接下来到嘉义市，昨来举办着第39届市民集体婚礼，有71对的新人来参加。上届特别的是，因应这个防疫，新郎新娘拢爱挂嘴罨。2021，爱你唯一，真心在哪里？白色新娘衫，搁穿西装，挂粉红色嘴罨，这场婚礼自3号就开始舞工。就算过一站嘴罨来烧金，也是感受到2个人的汤甘蜜甜。嘉义市这场市民集团的婚礼，24号伫拍卡景点森林之歌广场，今年有71对新人参加，创下这几年来上侪纪录。不过因为防疫，一定爱挂嘴罨。人家说结婚恋爱靠激情，结婚就要靠经营了。我们共同希望大家幸福，我们期望所有的新人在今天大家的圆满见证之下，大家未来更幸福、更快乐。伫将来见证，约束要互相陪伴一生。这个重要的时阵，虽然无法度烫嘴罨，不过犹原真难忘。现场充满粉红色的铺，拢是甜蜜的气氛。